开始来关心教育部伫昨昏有召开私立学校的退场审议会。除了高原科大有企业赞助资金唔免管以外，即马环球科大、明道大学、台东技术学院，拢因为资金无到位，即马确定爱退场停止招生。教育部自民国111年8月开始私校退场审议，有4间大专的改善期限伫今年5月31到期。教育部昨下昼开私校退场审议会，审议4间大专所提出的改善计划，其中高二科大是国内第一间获教育部列做专案辅导对象了，由企业出面救的私立大学。依照教育部的规划，今年大广集团总共要投入3.8亿。除了改善招生，也用产业合作、活化校舍的方式，和高研科大伫3年内达到损益平衡加自给自足的目标。学校在5月29号经过台钢集团捐资2.8亿，那把这个财务的缺口已经补足，那也已经把积欠教师的薪资都已经全数的清偿。那其他学校也没有其他的这个退场条例规定的这个应列为专案辅导学校的一个情形，所以经过审议会的审议认定，高苑科技大学这个免除专案辅导学校。因那台东技术学院、环球科技大学因为财务的问题加欠老师的薪水，被列做专辅对象。经过查核，依然无达到改善目标，所以并联学校伫112学年停止全部的招生，113年7月30日停办。明道大学同款有财务的问题加欠老师的薪水，负债加欠薪水总共3.28亿。也因为这样财务的问题，所以今天就是没有解列它为专辅学校，而且是直接依照我们退场条例第13条规定，那就是命他来停招，也就是12学年度来停招，然后会在明年7月31号来进行停办。教育部讲，台东技术学院、明道大学加环球科技大学3间学校，将会伫112学年结束了停办，届时需要安置1120位学生。退场基金初步估计，就要先替这3间学校出代票12.5亿。记者综合报道。